孩子，你干嘛了？来这个团场。好，爷爷，爷爷，鸡也冷的不行了，给咱们做一个鸡舞。好，孩子。走吧，爷爷。孩子，我好了。好，爷爷。来，爷爷，起来，起来。好了。爷爷，那个箱子扔掉吗？来，爷爷，用这个皮带吧。看它好看，这个哪买的孩子？这是我趁多人上涨年终狂欢节买的海量鸡爪，有的有上牛皮，品质历久耐用，买这个不到100块。新年准备上这些仪式感一下到位了。用从来到合适店商城搜索年末仪式感穿搭，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机会一分钱抽中大幅钻石项链在领券呢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，值不值？跟着点评论区看看吧。好，孩子。爷爷，帮我拿一下木豆。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.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孩子，快下来，明天见。肚子饿了吗，爷爷？饿了，快做饭。好，爷爷。爷爷来，这个处理一下。要大西，来，大爷来。大爷是的。多大饭局吗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要，你去找钱好吧？你比菜大嘞。
来，爷爷喝汤。哇，爷爷来吃馕吧。 ay bela okşattı bu. Hmm. 大爷，你今天吃多一点儿，别客气了，今天肉多。来， Ha, doğru ki. 好，爷爷。 来，爷爷，多喝一点汤，爷爷，天气冷了。大爷，你喝不喝汤？我不喝。那就多吃肉，大爷。来，这个也吃吧。